大熱門係3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，大家都平排躍出喎，快少少嘅馬咧埋邊就觀萬物喎，咁啊中間呢，有紅眼罩走上去嘅馬咧就歐洲傳奇嚟㗎，外邊有領創動力63嘅，最出係極速之子粉紅衫啊，內欄呢，咁啊仲見到個馬匹有紫色衫，嗰隻就有型勇者啊，咁啊後多層啦，內欄灰馬咧就銀黃輕標啦，中間上市魅力啊，午夜快車喺外邊喎，尾4紅帽係魔法速遞啊，後邊3匹馬盈利寶馬宜昌奇兵啊。暫時電流落足心機嚟㗎，好啦，跑對面直路啦，觀萬物咧就貼欄放喎，第2位啊出邊啊極速之子啊，領創動力就跟住個第3有型勇者內欄第4啊，第5位外邊午夜快車咧，咁啊中間夾住咧，咁啊仲有歐洲傳奇紫衫紅眼罩第6位啊，內欄第7仲有銀黃輕標嘅灰馬嚟嘅，出邊啊上市魅力啦，紅帽尾4仲係魔法速遞，不過就留得幾順喎，後邊3匹馬宜昌奇兵咧盈利寶馬，中間夾住係落足心機嚟㗎，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啦，觀萬物仲係貼欄放嘅，中間63咧就領創動力啊，外邊第3位仲有極速之子啊粉紅衫，內欄第4有型勇者，中間第5紅眼罩有歐洲傳奇攞出去，外邊大白鼻梁咧仲有午夜快車，出邊有2隻上市魅力大我當宜昌奇兵啊，馬林中間攞出去揾位咧仲有隻魔法速遞啊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領創動力佔先，但係中間歐洲傳奇率先上嚟啊，外邊午夜快車亦都追緊，出邊紅帽仔上緊嚟，仲有隻魔法速遞啊！最後100零米，外邊數入去，午夜快車，中間位置咧仲歐洲傳奇，內欄領創動力。呢個時候魔法速遞亦都殺緊上嚟，接近終點，午夜快車仍然係佔先，外邊魔法速遞追逐佢成條直路㗎啦，似乎都過佢唔到啊！咁啊，至於第3名嘅馬咧，埋邊領創動力嘅機會咧，似乎又高過隻歐洲傳奇啊！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較為年輕啲、後生啲，呢隻午夜快車。又大隻啲啊！咁啊，結果就啱啱頂到外邊追上嚟魔法速遞，其實都好近啊！第3合上壓落，埋邊領創動力綠色衫，紅眼罩有歐洲傳奇啊！好啦，頭場嘅5班賽事都鬥得好好睇啊！午夜快車就力壓隻魔法速遞贏馬，第3名呢，肉眼睇入邊嘅領創動力啊高盤啲㗎。恭喜晒啦！咁啊，黃級保重19蚊，19蚊，要抹汗啊！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實在美麗慢，東方寶寶63響尾2啊！好啦，前面快嘅馬就大番輸，一馬當先就放啦。內欄有東方魅影啊，出邊啊富全寶馬，中間第4紅衫幸運福星啊，第5位最出呢仲有隻南區王啦，大約跟住個第6係飛雲嚟㗎。內欄位置仲有勝在有型馬林，中間藍衫粉紅帽呢仲係有型勇士啊。後啲嘅馬匹啦，先有逆市奇葩魅力心啊，響外邊呢就係嗰隻實在美麗啊。暫時殿後63東方寶寶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大番薯就放啦，富全寶馬第2位啊，內欄第3有東方魅影啊，跟住個第4有第4位外邊啊南區王嚟㗎，咁啊第5位嘅馬啦，中檔位置就有型勇士啊，拱咗嗰隻咧就飛雲出去啊，走入邊嘅馬有逆市奇葩啦，勝在有型啦，揈到最出係東方寶寶啊，好啦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大番薯拋離咗後邊嘅對手有2個馬位啊，見到中間位置啦，南區王追啲啦，外邊飛雲追啲啦，入邊呢仲有東方魅影啊，兜到嚟最後100零米啦，大番薯仲有1個馬位優勢，南區王喺呢個第2位啊，出邊追嘅馬咧仲有飛雲大外檔東方寶寶啊，贏馬嗰匹擺咗喺前面走，咁啊係咪到先呢？大番薯咁，但係嗰隻南區王呢，佢係逐步上嚟呢，又有啲3號係大番薯，11號係南區王，兩匹馬需要影相啊，出閘慢咗向個爆尾追上嚟，東方寶寶就跑第3，飛雲跑第4。今場5班賽事都鬥得好好睇啊！入邊大番薯，出邊南區王，邊隻到先呢？要影相啊！第3個慢閘頭咧，好近啊，分唔到啊！眼睇唔係喎，肉眼睇好似係入邊大番薯高少少啊！當然啊，等電眼判決啊！東方寶寶啊，慢閘第3啊！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中間有新力嚟嘅，快少少啊，響入邊黃衫好多利高啊，中間夾住5福星，內欄呢仲有呢隻火神神樂啊，出邊粉紅就凝聚美麗啦，明天更好，大約跟住個第6啊，中檔紫色眼罩，大約跟住個第7位到啦，就劍無名啊，後邊個5匹馬啦，順意啦，咁啊內欄尾4就神意金剛啦，出閘唔快喎，藍衫響尾3啊良區好友啊，尾2啊慣性金穗啊，暫時帶到後無來者嚟㗎，好啦咁。
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好多李高嘅貼欄放嘅，見到一對馬黐住佢啊，中間有新力，外邊係凝聚美麗啊，五福星呢就跟住個第4位，第5位嘅馬仲有火神神樂啦，後多層呢，出邊位置有明天更好啊，咁啊埋欄呢，紫色眼就見無名啦，掟出去外邊追有明天更好，大愛當係順意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咁啊鬥緊一對，埋邊係新力，外邊呢就凝聚美麗，兩個馬鬥緊嘅時候，火神神樂外邊喳喳聲上嚟啦，外邊追仲有良區好友，入邊有見無名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火神神樂響外邊啊透出咗，外邊追有良區好友，最出啦後無來者好勁啊，入邊呢仲有見無名，贏馬嗰筆似乎火神神樂到先啊，追上嚟嘅馬好勁啊，脫節包尾追上嚟，後無來者係最出嘅，咁啊至於埋邊11號啊見無名，咁啊中間仲有出陣唔快嗰隻良區好友，似乎係跑第4。恭喜晒啦！呢隻火神神樂跑內檔起步啊，都頂到尾啊！哇，臨尾飛格開跑後無來者追得好勁啊！3、4名要影相啊！睇下見無名定良區好友啦。好好睇喎，林拉士真係。哇！隻後無來者啡燈12倍落到32倍變12倍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縮咗喺後邊嚟跑長勝威龍同埋外邊藍衫嗰隻實力嚟嘅快嘅馬啦，堅多福埋邊啊快啦，中間紅眼罩黑衫勁盡光輝，63黃帽精算特殊啊，響外邊嘅馬啦，走上去仲有旋風傳奇啊，灰馬堅有利響外邊啦，埋欄位置白衫白帽大約5、6位嘅馬呢，仲有駕勢奇葩後多層啦，內欄白衫白帽呢，咁啊跟住駕勢奇葩後邊仲有神驅馬靈啦，外邊橙衫係怪獸叉燒啊，尾五內欄黃衫係奮鬥心啊，後邊4匹馬超眼光啦，尾三內欄有呢隻綻放的心啊，後邊一對實力同埋長勝威龍嚟嘅。好啦，跑對面直路啦，前面一馬當先放係堅多福啊，跟住響第2位嘅馬呢，仲有勁進光輝啊，外邊係旋風傳奇啦，第4位駕勢奇葩，中間第5呢63嘅精算特殊啊，外邊灰馬堅有利啊，第6位，內欄第7神驅馬靈，第8位橙衫呢仲有怪獸叉燒，後邊5匹馬，黃衫尾5就奮鬥心，後邊4隻綻放的心，藍衫實力啊，尾二位置長勝威龍啊，超眼光一路騎一路褪咗喺後邊嗰匹嚟㗎。好啦，咁啊過晒呢個800米段處咯，堅多福仲係好鬆容咁樣帶頭嘅，跟住響第2位嘅馬仲係勁進光輝嚟㗎，第3位嘅馬啦，出邊有旋風傳奇啦，內欄第4呢仲有駕勢奇葩，出邊冚啦，灰馬堅有利，馬林中間63黃帽精算特殊要攞出去，等入邊神驅馬靈同埋奮鬥心掟出去大外檔有實力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堅有利外邊一冚就冚咗上嚟㗎啦，咁啊埋邊位置有勁進光輝啊，咁啊再見到馬林中間揾位呢，仲有駕勢奇葩奮鬥心爭緊位啊，中間位置仲有精算特殊啊，外邊嘅怪獸叉燒最出係實力嚟㗎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堅有利拋離群區贏出呢場賽事啊，怪獸叉燒呢就喺外邊跑第2，第3名嘅馬埋邊啊奮鬥心，第4名係精算特殊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堅有利咁啊上場呢跑完之後就健康話有少少嘢，咁啊匯演被覆蓋啦，咁但係出翻嚟跑外邊走3位冚，咁啊結果拋離大勝啊，跑第2名呢，怪獸叉燒喎，奮鬥心呢直路初嗰度呢，同駕勢奇葩係咁爭位，搶翻個第3、第4名係精算特殊啊。沈集成、潘頓嘅組合再贏馬啦，堅有利第2名啊冷啦，怪獸叉燒啊，第3都塞咗一大輪啊，奮鬥心第4精算特殊。數下贏幾多個馬位先？3個幾馬位啊？堅有利。咁啊上次9有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心裏有數唔快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嘅馬咁啊，見到中間位置跑得好快喎，咁啊走幾步已經帶咗出嚟啦。大面箍第2位順善寶啊，第3位出邊走上去第2位嘅馬呢，咁啊仲有日日獎啦，埋邊運來勇士內欄第5位藍衫起行啊，出邊黃衫呢就福國寶啦，後多層啦，橙眼罩淺藍衫星火燎原啊，中間夾住金多喜啦，內欄大約尾4到啦，天下寵兒啊，後啲嘅馬匹啦就大眾快區心裏有數啊，暫時殿後係運來5寶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咧，前面放嘅馬咧就跑得好快嚟嘅，跟住響第2位咧就日日獎響中間，外邊黃衫就福國寶第3位，中間第4就運來勇士啊，第5位外邊冚嘅馬有順善波大面箍啦，揈出去外邊橙色眼罩星火燎原啊，等入邊呢，咁啊仲有起行啦，馬林後邊先叫啲天下寵兒金多喜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跑得好快，仲有1個馬位優勢，中間追上嚟嘅馬有順善寶，出邊星火燎原啊，後多層仲有金多
多起，最出嗰邊係運來五寶嚟㗎，最後100零米，星火燎原佔先，順線保第2位，出邊運來五寶衝上嚟好勁啊，接近終點星火燎原贏啊，跑第2名，運來五寶咧就喺外邊追上嚟。咁啊埋邊係順線寶，中間夾住金多喜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星火燎原寶曼贏翻場啦！外邊呢隻運來五寶都追好多跑第2啊！第3呢，黃衫啊金多喜係咪稱先啲呢？同入邊順線寶需要影相。好啦，收到生日禮物啦！星火燎原隨於石馬房夜馬第2名嘅大外檔喎，運來五寶啊，3、4名好近啊！金多喜啊，定係順線寶呢？望落就好似11就稱先啲嘅，咁啊但係咧臨尾啦12嘅順線。黃琪居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加州星馳都係立腳向後邊嗰匹嚟㗎。精明選擇灰馬快嘅，外邊進黃勝啊，白衫中檔上第2位，仲有川河營區，埋邊紅眼罩粉紅帽呢就有派頭，內欄63白帽青春力量啊走上去啊，跟住個第6位海洋帝君啦，第7位咁啊有金區永騰啊，後邊嘅馬本領非凡啦，內欄瑞奇威風啦，尾5係風繼續吹啊，尾3啊士登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有飛騰追啦、大利好運啦，暫時殿後係加州星馳嚟㗎。好啦，跑對面直路咯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呢隻精明選擇大熱門馬，跟住響第2位呢就川河營區嚟㗎。外邊有派頭就響第3，青春力量第4，進黃星響第5啊，內欄第6仲有海洋帝君啦，外邊呢咁啊第7位白衫綠帽嗰隻呢，咁啊仲有金區永騰啦，再後啲嘅馬瑞奇威風本領非凡，尾5士登啊，尾4紅衫呢就飛騰追，外邊粉紅衫尾3呢就風繼續吹，後邊2隻大利好運。加州星馳就響包尾嘅位置啊！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放都仲係呢隻精明選擇佔先嘅，川河營區逼下佢，外邊就有派頭響第3，第4位走入去喎，有青春力量啊！咁啊再見到偷入邊上噶嘛，有瑞奇威風海洋帝君啊，揈出嚟中間金區永騰啦，外邊風繼續吹上嚟啊！最出仲有加州星馳啊，最後200零米埋邊精明選擇鬥緊中間川河營區嘅時候，有派頭上嚟啊！出邊風繼續吹，亦都追緊中檔位置。青春力量大外檔係加州星馳，最後100零米中間透出喺呢隻有派頭，風繼續吹上咗嚟啦！第3名嘅馬呢，好近啊！青春力量撳住收喎，嗰度唔夠位嗰隻本領非凡，出邊係加州星馳又追唔切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風繼續吹，外邊逐步上嚟，終點前將呢隻有派頭趕過咗，第3名都近㗎，青春力量。本領非凡嗰度唔夠位啊！出邊呢，姍姍來遲，仲有隻加州星馳啊！好啦，恭喜晒潘明輝啦，再贏馬啦，風繼續吹，第2名啊有派頭，3、4、5名啊好接近啊，肉眼睇可能青春力量啊高過呢出邊本領非凡啦，同埋加州星馳啊！我哋如果即係3T 叫本領非凡啊，真係慘啊！嗰兩寶騎唔到，好逼嘅嗰度，冇黃琪居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天天灑落快嘅，中間粉紅眼罩傑出漢子啊，外邊開心5月第3位，日馳千里第4啊，內欄第5呢，仲有鑽石星空啊，咁啊中間位置有金蘭兄弟係橙衫嘅，大約跟住個第7啦，有德心之餘，外邊呢有赤壁啊，尾4騰龍四海啊，後邊嗰幾匹馬缺一劍啦，尾位置時尚風趣啊，肯佩斯暫時殿後啊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就天天灑落嚟嘅，跟住第2位就傑出漢子啊，內欄第3有鑽石星空啦，開心5月跟住第4啊，第5埋邊有日馳千里，第6位粉紅帽呢，仲有赤壁啊，第7位淺紫色衫德心之餘啊，後邊5隻啦，缺一劍淺藍衫響尾5，尾4中檔時尚風趣，尾3肯佩斯，尾2金蘭兄弟收到好慢喎，騰龍四海啊，好啦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天天灑落仲係佔先嘅，鑽石星空就開始追緊啦，中間仲有粉紅眼罩嘅傑出漢子啊，外邊冚時尚風趣追得好勁啊，中間位置仲係日馳千里啊，同埋德心之餘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，外邊時尚風趣已經撻着咗，逢馬過馬贏出呢場賽事啊！跑第2名嘅馬呢，埋邊天天灑落，出邊位置追上嚟，德心之餘大外檔，仲有隻肯佩斯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時尚風趣咁啊入彎就揈出去外邊冚啦，咁啊今晚亦都有得追，結果跑嚟贏馬，第2名都好近噶，埋邊天天灑落，中間紫色衫德心之餘，外邊仲有隻肯佩斯啊！好啦，初跑泥地揾到新出路啦！呢隻時尚風趣啊，2、3、4名好近啊，出邊肯佩斯，跟住入邊呢仲有天天灑落德心之餘嗰啲馬要影啊！覺得鄭俊偉馬師王大幅起飛，真係風繼續吹，時尚風趣。
兩隻風。今日黃旗舉起準備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噶嘛，內欄位置艾利奧啊，中間飛輪步，外邊新二馬最出天時名區，第5位係天威啊，第6位內欄位置藍白環間3香港神區啊，咁啊中檔位置咧有勁先生，外邊係超加加，後邊嗰沓啦，咁啊內欄有精英王牌啦，灰馬大約尾4 5到就都靈福星，出邊係優才啊，尾3係話你知啊，尾2自跑得攝咗入去內欄啊，暫時電流係勁進飛長嚟嘅，好啦過呢個1000米段柱啦，天時名區就貼欄放，新二馬咧就上咗嚟第2位啊，超加加外邊第3，艾利奧啊內欄第4，飛輪步跟住第5啊，第6位啦就係呢隻勁先生啊，再見到內欄有香港神區係藍白環間3嘅，數後邊嘅嘛天威啦優才啦，尾5啊精英王牌，尾4都靈福星啊，尾3外邊啊話你知，尾2灰色衫咧有自跑得啊，暫時電流仍然係勁進飛長嚟噶，好啦咁啊過晒呢個800米段柱啦，前面放嘅馬咧都仲係呢隻天時名區啊，跟住響第2位有新二馬，位置變動上面就唔係好大嘅，超加加第3，內欄位置艾利奧第4啊，第5位啦，外邊啊黃衫就係勁先生啦，內欄啊飛輪步啦，攞出去中外檔啊嘛，有優才啦，都靈福星啦，等入邊有香港神區大外檔見中嘅就話你知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新二馬咧就已經係透出咗個零身位噶啦，見到埋邊天時名區啦，中間有超加加啦，入邊係艾利奧啦，中檔追啲嘅馬有勁先生，出邊位置仲有優才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新二馬拋離群區最少有3個身位贏緊呢場賽事噶啦，第2名嘅馬艾利奧響入邊，中間自跑得上嚟，接近中啲第1名新二馬輕鬆贏，跑第2名嘅馬咧好近。